今仔日，真早出门，因为公司有演练。演练的时阵，即摆我就讲，换我去，较袂互我隔壁的同事感觉讲，真无闲，啥物拢伊。我就嘛是会去分一寡代志来做。我就讲，换我去做主动的。嘛因为真早出门，若演练处理好就会当先下班。后日仔就较早下班，而且呢嘛有时间甲同事开讲。这顶几年我有一届经验，就是演练的经验。就变讲这几摆我就会去观察我家己的心态，我家己的思想的观念有啥物改变。一开始呢，我参加演练的迄届，我就想讲，做怨叹的，怨叹讲这顶司怎会无甲我欣赏？嘛足投入的，投入讲即个公司有啥物发生啥物内部的代志啥物人欣赏啥物人，啥物人是较红较请的。心目中拢是咧想这，拢希望讲家己的能力会当得到顶司的肯定。搁让几年，就是换我的同事来因为阮这离开了即个主管尾伊就对我足无欣赏，伊就互我较离较远咧，离这团队的核心这团队较重点的范围互我较无法度挖近，有甲我排斥安尼。毋过这顶司离开了换一个新的顶司，我就知影即个新的顶司较袂去想济。有代志有人做就好无黑白补，安尼就无事袂想讲搁爱安排啥物人重要的人、重点的人去参加演习。若讲伊较无介意的人就无爱互伊去，就毋免安尼，就是甲诚侪精神放伫这较幼的一寡物件内底。我就讲去主动嘛，讲就我去参加演练嘛，安尼嘛对就是轮流，安尼大家拢有经验，安尼嘛好我就有观察讲即届我就袂一直想讲足想要啥物人的认同嘛是有，毋过就无讲足强的像讲会坐同事的车，我嘛袂讲是毋是车顶爱讲啥物话，爱互伊欢喜，其实毋免就是莫互伊等。重点有抓着，莫互伊等。会使甲伊提醒讲你拄则有讲，搁爱去超商，嘛是讲爱甲伊开讲。我嘛有尽量用台语甲伊讲话。我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这就在人的观念，有的人不管伊一般拢是台语较好的人伊就听你讲台语，伊就要甲你挡，伊就认为讲你袂台语讲无好，就莫讲，无就是讲这较正式的场合讲工课上的头路，就莫讲台语有人就会安尼。其实安尼人就是讲，就毋免讲去为着安尼观念、安尼这类的人就影响我家己对我家己的认同甲肯定。其实毋免。我讲台语即件代志，
就是一件代志。啊，有人的反应是安尼，有人的反应是会互人伤害，互人感觉讲，哪有需要安尼，啊，嘛有人就是伊的观念就是尊重，我著袂讲去强迫，嘛无法度强迫别人讲台语，真正无法度。即马时代佫无共款啦。我若讲台语，无去互人问东问西，无去互人安尼口说，都真欢喜啊！毋是即种会当去要求别人使用啥物语言，敢若心内会去想啊，讲足久无听着台语啊，拢我讲台语，别人应我华语。毋过安尼其实嘛会当啦，莫讲去安尼问东问西，讲你是拄仔练啊？啊，你为虾物要练啊？安尼有诶无诶，就亲像有诶人，伊若讲面上啊，会有啥物撩痕啊，逐家就会问，像讲我诶额头遐有一个伤痕，毋是讲袂当问袂当互人问，只是讲，就足侪人问过啊嘛，安尼就会想讲会使莫阁问，就假作无看着，安尼毋是较自然。毋过就是像讲，对我来讲，就是讲有人问是袂要紧啦，就甲伊讲对啊，即细汉的时阵有出过车祸安怎，毋过若讲你哪会要讲台语？我就较会无欢喜。我想讲我阁要甲我是要对你交代，毋过若对方是较友善的，就讲伊嘛用台语甲你应，嘛有甲你鼓励迄种型，讲用台语甲你对话。伊若问，当然就会当这叫沟通嘛，就会当沟通啊，就诚好会当交流。毋过有诶人问伊阁用华语去问。就想讲，伊是安怎啦？家己嘛无伫好好讲台语，有可能伊有细汉有听久啊，若我诶调无做完美诶，可能就会听着讲，这人讲台语讲甲并无好，为虾物伊即马要硬讲安尼？这个时阵若阁甲我问，我就态度就无诚好，毋过这当然会当改善啦，就是爱改转我诶观念，就讲有人意识到即件代志，总比讲无人去想即项代志搁较好，就是即观念若有转过，就袂讲无欢喜，亲像讲若逐家拢讲华语台语讲较诚好诶人，伊嘛是爱伫咧外口看着别人拢讲华语，伊想讲台语啦，就亲像讲今仔日有店员咧介绍，我头前有一个人客，伫咧小巴啦，这个人就甲店员拢用华语伫讲话，讲等下我去问一下。结果伊用电话，甲电话内底人是讲台语，讲较足流利的。足侪人是安尼，若安尼的话，就变成讲台语就是几个人伫厝讲，无就是私底下变做一种私底下伫讲的一个语言。即马就算讲我讲无好，其实无好颠倒是一个优势。我若今仔讲较诚好诚顺，有人就想讲这个人可能就惯习讲台语啊，无就是讲要等伊台语足顺。毋过呢，我若台语讲嘛无诚顺，就亲像讲拄仔学的款。毋过我讲硬讲，就是安尼，别人较有即个较会发现讲
即马有人会安尼呢？讲啊无好，佫一直伫咧练，是安怎？伊就有即个意识就出来啊。这颠倒是好代志，只不过是讲，我若无够坚强，对家己做诶代志迄个价值无够确定，就会开始想讲，伊是毋是要泼我冷水啊？要甲我我诶火甲伊拍互花呢？这当然就是讲，第一，我台语愈练啊，有进步诶过程中间，我需要讲去调整我诶心，袂当讲啥物代志拢，即个思考拢无进步。莫讲今仔程序变足厉害，看足济知识方面诶册，搁去上课。啊无就是台语啊，找着好诶老师去训练，训练甲足厉害。毋过咧，即个思考、即个思想、即个心，拢无进步，安尼就会变成啥物？变成讲这高家路诶真男朋友，真查甫朋友安尼，就是讲。知识嘛厉害啊，讲袂晓读册，其实嘛袂歹啊，嘛算会晓读册啊。毋过伊诶心无去改变，变讲会掠狂，会无安全感，搁想要转啥，这就是讲伊诶思考思想拢无即种智慧诶成长。毋过，就是讲，咱即个社会是无注重这，搁要求讲每一个人拢应该做代志，拢爱拢袂当有失甲差，袂当做即种啥物变态代志。毋过咧，平常时搁敢若注重讲这分数、这知识的增加，无去想讲。为虾物即个观念啊？大家无去重即个观念，无去重即个人生的态度去训练讲，虽然讲大家伫嫌我这人台语无好，毋过我爱有一个基础，我会当去转一个想法，就是讲台语无好，这其实是一个祝福。这是啥物意思咧？若有人啊，伊就是自细汉爱啥有啥，足够读册，足巧诶，伊就一路拢足顺诶，嘛读甲诚好，做博士啊，拄仔踏着时机做教授，安尼这就无啥嘛，这就就安尼啊。毋过咧，若有一个人，伊细汉诶时阵。就拍带，袂当讲拍带，就是讲，头壳破盘呢，而且嘛讲，足无耐心的，而且厝内佫足散车，可能这阿爸是阿母会甲伊补、甲伊买甲伊热胎。毋过尾仔伊嘛变成一个教授，这过程。大家就会想讲，伊学着啥物物件？伊其实伊会拄着这代志，是一个这叫做土地营养，是一个土地营养。大家拢想讲，应该是上好诶，拢摕来，安尼我会成长啊佫较好。毋过真正是安尼吗？若咱伫种物件，甲所有诶营养拢囥伫土内底，颠倒有时阵，即个是不袂生长佫较好呢？有时阵颠倒是即个土无啥物营养啊，看起来安尼，内底无啥物真歹土，颠倒你诶方法对。会当开出无共款诶食物呢？
我相信是安尼，这就是天公伯安排。若今仔我写小说，写戏剧，我袂写一个人买啥有啥，佫人巧啊，佫生甲真好，嘛做对人嘛真好，逐个嘛做喜意，尾仔伊就成功啊！这写这戏剧，就想讲，安尼这有啥物好有值得思考的所在拢无啊，拢理所当然。这个重点就是理所当然。若讲一个人，细汉就台语讲甲真好，有时阵会造成一个阻碍。阻碍就是讲，有可能伊就袂想讲爱去学罗马字啊，学台文字。为虾米呢？伊就无需要去用即个台语拼音去改正伊的发音，嘛无需要去学即个台语的文法，佫朗读，有诶无诶，佫台语的作文来帮助伊讲台语，袂叫人起笑。就变讲伊虽然就是台语嘛讲较做好诶，啥物事拢会晓，毋过伊就袂去接受着讲，用台语来写文章，去看台语诶文章，伊就袂做即款代志。若讲虽然讲我一开始就台语无好，叫人起笑，毋过其实是一时诶嘛。我看有人练讲练甲2年，嘛有人去练甲5年拢有。练诶，其实拢练会起来。毋过呢，伊为着要练，伊变讲甲别人诶思想无共。无共就是伊知影台语诶价值，伊知影讲伫外口用台语甲店员甲同事开喙讲台语，伊诶价值伫倒位？就是无共款啦。自细汉拢真交讲诶人，其实会较靠势。伊就想讲，安尼我着去学别项啊，学这知识来去看即马这一寡商业诶杂志，会使知影真侪物件，找头路啊，嘛会使有机会去上佫较好诶公司，嘛会当做较高级诶管理人员。这我会使讲，其实这都是每一人志向毋无共，毋过莫甲别人诶志向变成家己诶标准。就是讲，当然有人会安尼做，伊佫讲今仔每工8点就开始去读册，读这商业啊、技术诶啊，安怎有诶无诶。佫去学日文，学啥英文有可能嘛会学，就是讲为着做好准备，为着未来做准备，当然安尼嘛真好，只是讲就毋免讲去去讲即马家己做诶代志无价值，别人做啥物代志有价值，迄是伊诶价值，毋过无需要讲因为别人想要追求的甲家己无共款，就是家己爱去改进。就是讲我伫思想方面，就开始会知影，像讲以早拢会想讲同事会讲啥，讲啥物人好啊，若讲啥物人歹，我就足欢喜的，表示是讲别人愈歹，别人欠点愈济。就表示比较起来，我诶优点就变济啊，我就无别人遐罕安尼。这就是无比较，无伤害。毋过呢，其实爱改的是我即个心态，即个心态其实拢无改
进，拢无改变。20几年来，伫咧公司，即种共款的思想，到即几冬较有开始豆豆仔去发现讲，对啊，为虾物我需要爱用即种想法，就是看别人落衰，看别人替人骂，安尼想讲我无遐歹啦，为虾物拢爱用即种方式咧？其实是需要改进的。这意思就是讲，像高嘉瑜的查某朋友，伊就是思想一直无改变，伊用伊的方式，就是去碰风啊，去互大家看到做外表的物件，较虚的物件，做有力的实在做侪人，伊做拍拼去经营，经营即种物件。毋过，伊对伊的感情的世界，伊就无好好去处理。伊就是一个换，毋是换，就是拢会使讲有诚侪，就是共时间会有诚侪感情，共时间拢，就是安要怎讲，就是一支脚踏足侪船的安尼，双脚踏双船，毋单双船是足侪船的。安尼其实就是讲，虽然伊的方式，伊的技巧愈来愈幼落啊，嘛因为伊累积的人脉愈来愈济，就变讲，看起来是愈来愈成功。毋过伊的心观念拢一直无改变，遐济冬来拢共款啊。就亲像讲，我实在一个嘛诚厉害一个，伫咧大公司，公家机关，国营事业应该讲国营事业食头路的一个人，伊嘛是呢，足久以前10年前，我听即个人就是讲，伊辜负我朋友的感情，伊就是要做伙，搁讲不爱做伙，安尼就互人想讲，是安怎，搁甲人对方耍，人付出真情，就变成伊的一个会甲你耍转的一个方式安尼。变讲10几冬以后，受害者竟然讲换人，而且是换变我的顶司，我就惊着讲，这人都过遐济冬啊，伊哪会搁伫咧耍转即种物件呢？就是甲别人的感情，就变讲去讲，你对伊感情愈深，伊就愈爱甲你使人，讲毋是使人，伊爱甲你戏人。就讲咱莫做伙啦，我对你，我无甲你当做正式的查某朋友啦，有诶无诶，毋过你若真正讲心坏，要离开，伊阁高高甜，伊就是甲伊安尼耍。其实遐济年啊，哪会阁会耍？对象有换过，毋过咧，即个观念无进步，嘛是做共款的代志。这其实做侪人拢是安尼。我若讲足侪同情，就是讲足想要表现足好，想要互身躯边的人啊、顶司啊、老师啊，会当甲我学落。这是以早的想法。莫讲遐济冬以后，嘛一模一样。教伊听的物件，替互别人影响，拢是一模一样。我想讲，其实会当成长。
即摆我著听同事讲伊今年嘛是讲共款的物件，伊做想要讲会去有一个好成绩，毋过有即种有才华，毋过无去互人欣赏的即种物质。伊今年其实嘛共款呢，毋过伊有讲伊著有看较开，著伫公司的头路著放较零，伊就是下班著开始拼命去充实家己，是有较袂讲一直想讲倒一个主管甲伊的关系诚好爱甲我欣赏莫甲我误会，著较无济，因为这这顶司已经离开嘛毋过就是讲每摆我会当讲去想去发现讲我的想法安怎。我重点其实会当囥伫我的想法内底。咱伫即个不治的世界内底呢，长久以来就是讲去拼啥物语言的能力考一个证照一张无够，做侪张证照，无呢就是好像即个高嘉瑜的查甫朋友安尼，就是去有人脉实在足侪人看起来足有办法，无就是用海无就是办一个去办一个办事，毋过事实上拢无影安尼。毋过就是较紧嘛用笨的当然这规矩是会当较紧就变甲足大足大。毋过内底拢是气若摕迄尖一拄就破去就是讲真正是讲，即个袂当每摆甲10年前怨叹的物件拢共款，即种物质的题材拢共款，会使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就是讲我著知影讲有的人观念就是安尼，甲家己较合像讲要载我来同事我若讲第一面头前讲台语伊著袂安尼怨叹伊著令我讲嘛有的人就是你无甲伊讲台语，伊位边行过，伊嘛要干涉即种人当然就是甲我较伫讲台语方面就是较白下无可能讲拄着安尼的人我阁要第一面头前想办法互台语练甲诚好毋免这著做辛苦的，这著可比讲我的前同事伊著对我无信任拢要甲我用甲变怎讲，著离迄重点就是这干部的即种主要干部的箍要互我离愈远愈好伊著安尼想法，对我来讲著较困难。安尼我当然嘛会使讲，我阁拼命3倍、10倍去表现互伊看，互伊回心转意，当然嘛会当毋过就是讲，这嘛好考咧，嘛无需要遐艰苦我会使讲照这原因，我著讲转变我家己的心态嘛，著讲安尼拄好，著趁足轻盈呢开会毋免入去开。以早是讲这会我拢无叫我去开对我较无公平，对我较大细心我著免做想要哭的即马著无讲紧的，这时间有闲，我会当去写台语的作业呢著变讲，就是有的人伊若讲无法度听你开喙著讲台语，伊有伊的理由，伊著不爱听。当然就是离较远的，若是无必要的话，嘛毋免甲这个人一直囥伫心肝内底，无就是受着伊影响若讲台语看到伊著紧
喙读起来，拢毋免吼。有诶人就是观念就是安尼，伊嘛毋是歹人，毋过伊就是观念甲我诶观念是较无共款诶。话讲转来，我这真顶是伊嘛毋是歹人啊，吼，伊有可能对有诶人来讲，伊就是一个足好诶顶师，足认真、足负责任诶。啊，毋过伊就是对我诶看法，就是较负面、较无好。安尼嘛不要紧啊，我着讲啊，我去发展别物件嘛吼，我着毋免讲，你着要甲我排斥啊，我着不要紧，我着离较远诶去找我诶别重要诶物件吼，啊毋免讲硬要讲，你着愈摆互我，我着硬要讨，啊其实嘛讨无啦。哦，哪会讨会过主管？伊有权嘛？安尼我着加有足诶，吼，我着拢免管，吼，免管以后，伊着离开啊，吼，离开了后，我着看有清楚讲啊，即嘛无遐重要啦，讲一定爱开会，知影做重要诶代志，知影公司诶未来，哦，为虾物安怎会安尼？啊，我拢无需要安尼，我想要，第一个知影公司要安怎发展啊，公司有啥物新诶专案啊，啊，你知影这颠倒讲，责任就愈大嘛，吼，就变讲这个人爱负责啊。啊，若讲我遐爱学台语诶人，安尼就会讲啊，安尼我责任足重大呢，安尼台语啊无就先莫学好啊，啊有可能啦，啊无我就会想讲。啊，即马是啥物重要诶干部？安尼干部哪会使讲台语啊？我有可能嘛会安尼想啊，吼！我相信讲一切安排，吼，拢是上好诶安排。哦，虽然讲我即马看袂着，毋过咧，我就是讲拄着讲较无顺诶代志，吼，我就会使调整家己诶心态。当踅一个，嘛好势呢，而且找着迄条路嘛袂歹呢。哦，以早我就是眼前目前，敢若有一条路。吼，虽然讲愈来愈矮，而且别人佫摕物件甲我挡，不爱互我入去，我着逐工伫咧无法度入去诶入口伫遐哀怨啊，伫遐生气。哦，其实毋免啊。哦，你无爱互我入去啊，不要紧。我看觅咧，我想看觅，边仔嘛有一条路呢。虽然即摆看起来无明显细细条，毋过我若踅一个长踅一个弯，吼，无的确会当找着哦，佫适合我这个人为我去做诶一条路呢。吼，爱相信一切，相信智慧，相信讲，我即个人生是有一个有智慧诶人，吼，有带领，吼，带领我来诶。啊，想想诶嘛是啊，若讲我写小说，本来每一项拢有伊要行诶路啊，我袂讲学袂写讲，这人哦无啦，我嘛无想要互伊创啥，吼，无遐咱死诶作者啦，作者应该是有要带领即个人去倒位，只是讲一开始袂讲遐明嘛，毋过会用一寡方式，会互来引带，啊，变讲每一个主角一定有伊的任务，有伊的价值，伊较会出现伫即个故事内底，吼。我敢会讲去写一个小说吼，内底有一个假是定定出现，毋过咧，伊嘛无啥物任务啦。若讲这自头到尾拢无出现，嘛无差啦。有即种作者嘛？作者安尼学袂写，对毋对？哦，咱若讲会伫地球出现，吼，有家己的意识。这就代表讲，咱一定有咱家己的
价值，有咱的任务。只是有的人就是看着别人应该是爱安尼，就一个就是摕即个世间的即个涂豆粉去糊着啊，伊就看袂清楚伊原来模样，拢毋知影，就变成别种的口味。伊有可能伊即块麻糍是有特别的口味，毋过伊就是去糊啥物麻啊，糊啥物伊就变成麻的味啊。别人安怎看讲即块就是麻的麻糍嘛？内底到底是毋是麻的麻糍？嘛无人知影。咱爱做的就是甲即个外口糊的即个，甲伊掰掰，看清楚内底物件到底是啥物口味的。若讲有人去做出即种口味，一定是有伊的价值。袂讲黑白做一个口味，讲我凊彩做的啦，这就是要互人歹食的，互人食甲足生气的。袂安尼啊！你若讲做啥物口味，一定是要互人好食的。只是有人兴即个种味，有人兴咸的，有人兴甜的，有人安怎，是口味无共。嘛有讲足侪人拢介意食红豆的，较少人爱食啥物椰子的。毋过拢有人会介意啊，有人介意伊较会做即口味啊。若讲拢无人爱食，伊就袂去做啊嘛。伊做一届的，伊就袂一直做。就是爱相信讲家己的价值，即个价值有可能有人有重视，想讲足够趁钱。搁逐工转去就是看英文、看日文，因为大家经验内底就是有时阵找头路，就会讲爱进教这进教既然明明是工程师，毋过即个进教的要求是英文的。当然大家想讲英文足重要的。台语当然想讲这有当然好，白晓嘛袂安怎啊。毋过咧，虽然大部分的人拢无要无紧，毋过一定对某一部分人来讲，这是搁较重要的。这就是价值的问题啊。就是讲，有的人你甲伊讲台语，伊讲真好；有的人是讲甲你尊重；有的人是掠讲，无爱互你讲呢，嘛有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当然就是受着影响，互伊特殊伊的观念无共。毋过咱嘛毋免讲去强求讲需要真侪人的认同。就亲像我去上课上台文的班嘛，我就想讲，这老师介先对某一寡人较好，因为因可能有熟，是共一个科仔内底有熟悉的人，搁来熟悉的人介绍的，那当然就是较有亲切感。像我就普通，而且有时阵会插话，上课插话，毋过就是讲可能就是老师就较袂欣赏。毋过咧，毋免失望，有时阵心内嘛失望，讲老师是毋是有大细心？其实我的作业老师拢会甲我改，嘛会甲我指导，安尼就够啊。我若有需要讲，老师甲我学咯，讲对，你提出这真好，毋免安尼啦，就是爱看互清楚。就亲像讲伫Clubhouse 的台语房，我嘛会想讲，奇怪，这房主是较介意猫咪人呢？逐家拢介意猫咪人呢，哪会逐家对我就是较无感情？都毋免安尼想啊，因为我嘛真紧就离开台语房啊嘛。因为讲我就去听广播电台，其实嘛白摆呢会讲新闻，而且就讲台语讲搁较济。
毋过较要好势的台语房啊，也著变讲即著是一个社交的即种环境，变讲对我来讲，我嘛惊讲讲话得失着别人，有时阵嘛，你讲要开讲嘛，毋敢讲伤侪句呢，因为讲伤侪句，嘛有人无欢喜咧。即有一个规定，有一个规则伫内底。我想讲，其实我嘛是想要好好啊听台语尔。虽然内底台语房有一寡人台语讲啊真正好，毋过我嘛是，毋是讲干那遐较听有尔，我嘛是会当搁去家己去主动去找一寡线顶的资源啊。有一寡台语老师，当然台语嘛真好真好啊。我著毋免忍受讲有时阵伫遐讲话拢惊讲，是毋是讲伤济啊？是毋是啥物人会无欢喜？上重要著是讲，毋免烦恼讲，哪会搁开始讲华语啊？毋是台语房，著是爱讲台语，拢毋免去烦恼这。有烦恼啦，互人烦恼著放弃。著是讲，若知我会放弃，我迄时阵著毋免一直有即种感受，讲哪会对我无遐好，对迄人较好。哪会遮搁有一个新朋友，逐家较看重，著毋免去想这啊。我即摆上课嘛是啊，我嘛知影讲即个课有一天会结束，结束老师若是即个时阵学了讲，你这写甲真好，无甲别人学了，也是讲，著对我态度普普通通，互我食醋，讲哪会是毋是对别人较有笑面啊？我若讲伫遐去怨妒，其实即个课嘛真紧就会结束，若课结束了嘛是啥物拢无啊。搁举一个例，就是伫推萨母语的即个课仔内底，嘛是啊，就是咱伫 Clubhouse 有时阵就是有活动。即活动的时阵啊，就是嘛有人会讲，即个人伊哪会无甲我听啊？即个人是认同伊的较济啊，甲伊赞声较济即个人伊讲话时阵，较侪人来听，毋管济抑是少，讲煞毋是房间著爱关起来吗？我著爱知影。房间关起来，就亲像讲，咱伫地球即一世的结束共款。结束了，你去想遐济，拢袂想的嘛，拢是会关起来。毋过，咱著爱想讲，后一摆开房，我爱好好准备，爱伫遐去学着啥物物件，会当去参与，就是珍惜开房。毋过，毋免讲去。计较讲这啥物人房间，有替人学了啊，有替人认同啊，因为房间开的，其实就会关起来啊啦。希望讲我我观察的即种现象，拢变成会当转做一种智慧，互我讲伫学物件，阁有这人生的人生的路上，毋免伤济惊遐，毋免讲一直牺牲别人，遮好遐好，倒位好，拢毋免。就是讲，今仔主持人嘛有讲啊，伊讲有人就会伫水果内底去喷一个药剂，就是讲会互伊的红色的水果。红色的果子看起来搁较水。毋过呢，你若无去甲人比较，当然你嘛毋知影，无比较就无伤害。你若比较，当然会想讲，比较起来真正诶，这水哪会差遐济？咱人嘛是安尼，有人去点讲伊安怎倒位好，若我诶心内无去比较，无去想讲，
我毋是甲别人比较，我是甲家己比较。安尼有人若讲伊3个月一个外国人就甲台语讲啊下下叫，搁安怎搁安怎，我嘛毋免去欣羡，毋免啊。我是甲我家己比较啊，哪会去甲一个外国人去比这比迄咧？就是希望讲我有搁较济代志，我会讲知影讲是家己甲家己比较，就是安尼。